再来看台南新华的成功导游场，今仔早起传出3个员工跋落去导游槽哦，救援人员赶到现场，3个人拢昏迷，其中1个人已经无心跳、无喘气，加载送病院哦，后来是有救回来。他们在清洗除草，然后有1名员工先掉下去，另外2名员工想要救他，然后也下去要把他抬起来，结果就可能因为里面的气体或者是通风不良，造成3个都在里面昏厥。第1名抬出来的时候就已经是呈现 O 卡状况，然后另外2名陆续出来，因为九幺车后续的还没到，那我就跟另外1个同事分别做 CPR。工程员工发现讲有3个人落去导游槽，随着报案，嘛先破坏这个导游槽，消防队赶到现场，就随个人救出来。台南市消防局表示讲，这3个人哦，拢50多岁，3个人互救出来的时阵拢昏迷，有1个人已经无心跳、无喘气，状况是真危险哦。加在送到病院有该救回来。另外2个员工哦，马上去病院治疗，初步判断这3个人是因为去吸到化学物质昏迷，也毋过哦，详细的情况搁爱调查。